伫咧苗栗造桥的德丰教养院，7月底发生有自闭症个案，去互社工拍死案件。地长者家长总会今仔日参特委召开记者会，批评德丰教养院管理有问题，因也呼吁苗栗县政府就要来改善教养院。大声发出不满，7月29日，苗栗造桥德丰教养院临时社工参大生助理、艺术管理过失，甲28岁李姓院民拍死。立委伫记者会指出，负责人林成远过去经营教养院都有侪不良的记录。这2家机构都因为评鉴未过被撤销设立许可啊。他在敏会的时候就已经是因为侵占公款，而且喝花酒被起诉。在丙等考评里面，最大的一个缺失是，他对情绪行为辅导的策略跟概念完全不足。立委表示，德丰教养院伫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是家己开车送病院，而且返长工才通报。并对争议，德丰教养院是讲案件进入司法调查，无方便回应。另外，苗栗县府会针对德丰提出的改善计划，决定是不是要下令停业。然后我们预计明天他们就会把报告提送过来。3号的时候，我们会邀请专家学者来召开这个检讨会议。如果他们无法做适度的改善，我们就会提出停业的处分。不管有没有停业，目前针对里面的院生，我们都已经开始在做辅导转院。目前德丰也在进行新园区的募款，赖香玲要求卫福部应该废止款务许可，嘛会伫后一个会期提案修法，禁止行为不良的人士担任机构负责人，嘛望政府重视心智障碍家庭的需求，思考公办公营、公办民营的方式，提供身心障碍者安全的生活环境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